眾所周知，優質嘅酒存放時間越耐，味道就越濃厚。以優質嘅紅白酒為例，存放年份可以過百年，去到適合飲用之前嘅2-3年，就係放售嘅最好時間。不過香檳嘅情況就好唔同，因為香檳嘅其中一個賣點在於佢嘅氣泡，但係氣泡會喺保存期間自然流失，咁所以香檳嘅生命週期亦都會比較其他酒短暫。投資嘅時候要好好把握放售嘅黃金時期，咁否則就會糟蹋咗支香檳。由於佢係氣體嚟嘅，咁佢始終喺個樽入邊咧，你無論你收放得幾好都好啦，咁其實佢個氣泡都係會有減少同埋消失嘅可能性。靚嘅香檳嘅氣泡係可以存耐啲嘅，咁但係咧去到15年或者去到大概係接近20年，可能會係一個頂點，即係話你會見到嗰啲氣泡開始會流失。只係留意年期都唔足夠，保存方法方面亦都要多加留意。咁特別係運輸同埋存放嘅過程當中，要加倍小心，確保香檳保持喺最好嘅質素。香檳嘅氣泡啦係靈魂嚟㗎，運輸嘅時候啦要特別小心。咁即使攞到手之後啦，都要存放翻1-2日，俾香檳啦係有時間平復，咁避免喺飲用嘅時候啦係氣泡散裂。香檳咧其實有同一般嘅紅白葡萄酒有存放方面有少少唔同嘅。咁一個比較上穩定啲嘅陰冷啲嘅地方啦。咁啊個氣溫唔好特別改變啦。咁啊最理想大概係13至到16度嘅左右去陳放一支香檳啦。保存嘅過程固然重要，但係辛辛苦苦保存之後，最重要嘅都係要品嘗到香醇優質嘅香檳。不過如果開香檳嘅方法唔正確，都會功虧一簣。咁所以技巧方面非常講究。好多睇電影嘅場合，你見到開香檳都好大聲嘅，啪啪聲咁，好似好開心咁樣。其實開香檳要開得好嘅話，唔應該係太大聲㗎，因為大聲代表酒氣。如果氣泡因為咁樣而流失，就會糟蹋咗支香檳。咁正確嘅做法應該要好似咁，只係細細聲。業內嘅人士形容為係天使嘅嘆息。呢個嘅做法可以令到絕大部分嘅氣泡都保留喺樽入面。唔單止開香檳係一門高深嘅學問，飲用嘅時候亦都有好多嘅細節要留意。唔好以為飲香檳之前要好似飲紅酒咁搖杯，其實咁樣做反而會濃厚反絕。香檳咧就斟咗之後咧就咁聞已經得噶啦，因為咧個氣泡已經足夠有力量咧，會將嗰個芳香一路引佢出嚟，令到你更加容易聞到。咁啊，所以就唔好搖杯，一搖杯咧，你會將啲氣泡搖散，仲更加快令到佢消失。咁亦都唔係我哋飲香檳嘅原意嚟嘅。溫度方面亦都要注意，最好保持喺8至10度。咁所以揸住酒杯嘅時候，要盡量揸住杯腳，以免影響酒嘅溫度。另一方面，唔同嘅酒有唔同嘅特性，所用嘅酒杯非常講究，對香檳嚟講亦都唔例外。喺以前嘅戲咧，你見到成日都用啲闊口、好淺嗰啲香檳杯，咁嗰啲杯咧就舊陣時啲人中意用啦，咁近代都唔興用嗰啲杯啦，因為你發覺咧欣賞唔到啲氣泡上升嗰個動作，咁所以咧近年你會發覺咧都會中意用一啲呢啲我哋叫笛子型比較上長啲嘅杯咧。想投資股票基金，入市之前最緊要嘅係充分了解所投資嘅產品以及風險所在。想投資香檳，功課當然亦都要做足，以免因為自己嘅粗心大意影響咗香檳嘅投資價值，咁就唔划算啦。